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俗语咧讲，无紧无气，食百字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咱同齐来看到。这个就是气，可以气第7条，冇人读做气。这个气就是禁戒意思，咱讲禁气，冇人讲气曲。那气曲，卖当形容两个人个性袂合。那是因为咱人无爽快，有一寡物件袂当食，咱讲爱气喙，也就是爱呛喙。民间传统信仰，讲嘛过生迄天就是忌日，就会拜拜做忌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气床，这个意思是讲一个人会令家己的眠床，若是换眠床困，可能会困无好，或者是困袂落眠。第二个呢是一句俗谚语，人讲无紧无气食百字。字面的意思是讲莫有禁气，安尼莫有气曲，会当食到120岁。一般是讲无注意去犯到禁气的人，会当讲这句话来安打家己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例夹做伙。譬如讲阿明去外地出张，唔知敢是气床或者是心理作用，一直困袂落眠，心内就念讲无紧无气食百字，安尼心情就会当放互轻松，袂遮尔紧张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气，另外一个音读做气，提供互观众朋友来参考。